證。控方律師可以開始。法官閣下，藍鯨遊戲流行於社交媒體，成為網絡熱潮，專係欺騙一啲心智未成熟嘅年青人加入，再透過洗腦嘅方式，鼓勵參與者完成自殘任務，最後教唆佢哋自殺。被告馮佑傑任職藍鯨遊戲嘅管理員，涉嫌向16歲嘅死者郭安娜洗腦，教唆佢自殘自殺。被告，你認唔認罪？不認罪。肅靜。被告，請你講下成件事究竟係點？